乡亲啊，外交部有新门面，除了12个邦交国的国旗，即卖会当看到印太区域的成员国、甲7大工业国的国旗。讲遐个国家虽然甲台湾无邦交，但是过去拢捌出声挺台湾。 去年7月，努鲁罕台湾断交，外交部国检治病国旗，不哩个邦交国明明无增加，刚开始外交部放的国旗色水雪景江五彩缤纷。来到外交部，除了可以看到邦交国的国旗，现在也能看到美国、日本、加拿大等12面 G7 跟印太区域国家的国旗。来看大门口，拢总采24面他国的国旗，左边是邦交国，正边是 G7 和印太区域。 成员国的国旗，包含美国、日本、加拿大等等国家，不过拢无邦交的身份。外交部政务处长吴志忠就伫咧辩册批文讲，台湾的外交无限制伫咧正式关系，门面的改变嘛兑现外交现状。论证7大工业国组织捌真侪摆支持台湾，亲像今年3月联合声明讲到，鼓励两岸和平，反对任何单方面的武力威胁来改变现状，嘛支持台湾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。台湾必须持续的走向国际，更多的邦交国，更多的这些非邦交国能够跟我们有更好的友善的互动，我们认为都是好事。如果不是种 KPI 的宣示，说2年内使命必达的话，那我务实的来讲，这就是一种精神胜利法，简称自嗨。 面对外交部建设国旗，那六个看法无共款。啊，那长久以来外交艰苦的处境，敢有新发展？就爱国继续观察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